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sau草，台语安尼写sau草。种伫我的水田，深开始发草，草仔根要真浅，也袂定根，只要用扫的，就会当甲草仔扫起来。扫草就是农民规伫个水田，一面用白，一面用手，甲草仔扫起来，甲长做伙，甲钱落去土底，安尼草仔才袂食肥，都袂害着稻仔大丛。所以有一句俗语：无龟袂出水，就是有农民哪龟哪白，安尼辛苦来扫草，才有把穗的稻仔会当来收成。也就是要怎么收获，先怎么栽。有一位台语作家王昭华老师讲：无龟袂出水的龟，嘛会当用这字龟，无龟袂出水。家畜类怀有身孕，台语讲龟。猪母带龟，就是母猪怀有身孕。所以啊，稻仔做龟，就是稻子进入孕穗期。讲稻仔要抽穗出穗进前，爱先做龟。做龟就亲像咱人有心共款，稻仔先做龟，搁来才会抽穗出穗，刷落来浪花，浪花有成，才入浆把穗，到上尾啊，稻仔才会结成一粒粒的稻穗。这就是做田的乡亲所讲的“无龟袂出穗”。原来哦，稻仔嘛爱先条胎有身，才会开花结穗。今仔日的台语字“扫草”，无龟袂出穗，实在真趣味。